Yo，what's up？歡迎大家嚟到 Degen Talk， 又嚟到今個星期咧嘅幣圈周報啦。啱啱呢個星期咧，可以話係十分之慘淡啦，係沒有最差，只有更差。Alpha Haze 咧，俾人見到賣緊幣啦，比特幣所有嘅技術指標全部都破晒位噶啦，而 ETF 咧更加出現咗歷史性嘅流出事件啦。咁啊，種種嘅指標咧都係講緊咧，我哋已經正式步入緊熊市噶啦。咁喺呢一個市況，我哋又可以做到啲乜嘢咧？比特幣下一個支持位又係啲乜嘢咧？咁啊，而家係11月17號嘅朝頭早啦，我哋會見到咧，比特幣而家個價格就喺95,000點，以太坊價格咧就喺3163。咁啊，兩個資產咧全部都係跌破晒之前所講嘅支持位啊，同埋平均線嘅啦。咁啊，比特幣更加係跌破10萬蚊啦，之前一路都視為一個好重要嘅支撐位置啦。咁而更加值得注意就係咧，而家嗰個50天平均線咧已經係跌穿咗200天嘅平均線嘅啦。咁啊，形成咗所謂嘅死亡交叉。咁啊，比特幣而家個情況咧就即係幾令人擔憂啦。咁啊，下一個支持位咧理論上咧應該就會可能喺9萬蚊左右嘅位置啦。咁啊，而以太坊咧之前一路都係講話屬於一個比較強嘅資產啦，以為佢可以守得住200天線嘅平均線啦。咁但係最近呢個禮拜咧都係失守咗噶啦，嚟到而家3100啦。咁啊，再跌落去咧應該係要見2字頭2900嗰啲嘅位置噶啦。咁啊，所有嘅技術指標咧基本上都已經係講緊我哋喺一個係回調嘅階段啦，甚至乎可能係踏入緊一個熊市嘅情況。上個禮拜同大家 share 咗一個圖啦，就係講緊幣圈裏邊咧，通常咧會有5個週期嘅。咁啊，上次同大家講咧，就有冇機會咧，我哋而家喺熊市嘅第4個階段咧。咁啊，其實而家種種嘅跡象咧，都係講緊咧，我哋係真係可能喺呢一個階段啦。咁因為咧第4個階段最主要情況咧，就係咧所有嘅 positive news 咧，都係會迅速被消化，然之後會即刻跌啦，然之後咧支持位一路都係會不斷被跌破啦。多頭一路被懲罰啦，就好似而家嘅情況啦。咁又好似上個星期咧，其實咧都有啲好嘅消息公布啦。例如話啦，美國政府啦重新開門啦，即係咁理論上有啲利好消息啦。咁但係咧關門事件結束咗之後咧，市場咧係有上漲一波嘅。咁但係好快又已經回調啦。咁啊，另一單新聞啦就係 Donald Trump 啦講緊會全民派錢，會派2000蚊美金。咁呢啲咧歷史性嚟講都係一啲利好嘅消息啦。咁啊，市場又係上漲咗一細波啦。咁啊之後就好迅速咁回調。咁啊，種種嘅現象咧都係講緊，我哋真係好似係喺個第4嘅階段啦。咁啊，如果係第4嘅階段嘅話咧，咁我哋嚟緊嘅市況又應該點樣做咧？咁啱啱講到啦，而家係熊市，基本上係一個確立嘅階段啦，就係講緊比特幣咧自2022年嘅週期展開以嚟咧，其實佢係第一次咧跌破咗50週嘅趨勢線，見到佢係跌破咗佢之前嘅50週嘅平均線，即係10萬蚊呢個水平啦。咁啊喺技術指標上咧係一個非常之差嘅信號啦，係一個結構性嘅破壞啦。同時間咧10萬蚊咧之前咧一路都係講一個好重要嘅支持位，咁啊而家跌破咗之後咧呢個價位就會由支撐啦變成一個阻力位噶啦。咁而根據翻歷史嘅經驗啦，如果比特幣咧喺幾個禮拜嘅收盤價咧都係低於50週嘅移動平均線咧，通常都係講緊牛市嘅結束，熊市嘅開始噶啦。咁而同時間咧，而家喺量化緊縮結束之前啦，或者係等聯儲局轉向降息階段之前咧，比特幣咧個表現咧一路都係唔係咁好啦。咁啊，種種呢啲咁嘅現象咧，亦都令到咧上個星期嗰個 Fear and Greed Index 咧係出現咗一個歷史性嘅新低啦。佢曾經係跌破咗10嘅，即係曾經係出現單位數嘅數字啦。咁可以話係極度恐慌嘅階段啦。咁啊，而比特幣啊、以太坊啊，啱啱個禮拜嘅 ETH 表現咧都係非常之差噶啦。比特幣淨流出1.11 billion， 以太坊淨流出728個 million。咁而係啱啱個星期4咧，係單日錄出咗8.7億美金嘅淨流出啦，係僅次於今年2月25號咧創下嘅11.4億美金紀錄。咁啊，呢啲全部都係講緊啦，機構好似準備咁離場啦，然之後就好似冇人買單啦，市場嘅情況就一片恐慌。啱啱講到啦，就係話咧，其中一個利好嘅消息啦，就係咧長達43日嘅政府關門結束啦。咁因為政府嘅停擺咧，其實咧美國咧喺啱啱嗰個10月份咧係冇公布到佢哋嘅就業報告
同埋 CPI 嘅數據。咁啊，而好多嘅機構咧就估計啦，其實呢6個禮拜嘅政府關門咧，就係拖累咗成季嘅實際 GDP 成長嘅1.5個百分比啊。咁啊，呢啲全部都係對於成個美國嘅經濟體系咧有一個結構性嘅破壞啦。咁但係咧同時間咧，而家嘅財政部咧目前持有嘅現金水平咧係比目標水平咧多出1500億嘅美金。咁啊，依家就會同大家講多少少呢一部分嘅錢代表緊啲乜嘢。我哋講呢個之前咧，可以先睇下歷史上數據。政府關門事件之後或者之前啦，通常嘅市場係會點樣去發展啦？今日歷史上我就攞3次啦，分別就係13年嘅10月、18年嘅1月同埋18年嘅12月。咁啊，關門嗰個時間大概就係16日啦、3日同埋35日。咁啊，其實咧結果嚟講咧，就係冇話一個好明顯嘅趨勢，究竟個市場嚟緊要好定唔好啊？因為其實基本上就係有2次係築底反彈。另外有一次咧就係熊市繼續，咁啊 sample size 好細，咁所以都唔知道咧今次啱啱呢個2025年長達43日政府關門事件結束咗之後咧，究竟咧係對成個市場有冇咩利好嘅消息？咁但係可以確定嘅係咧，通常咧呢啲政府關門事件結束咗之後咧，係一個市場非常之波動嘅一個禮拜，因為咧呢個禮拜咧會好多嘅經濟嘅數據咧會可能會補發啦，包括啱啱講到就係話10月份嘅 CPI 數據咧，其實係未公布嘅。咁所以咧嚟緊呢個禮拜咧係有機會補發翻，咁啊如果補發翻之後咧同市場預期唔一樣咧，係全部都會影響住成個可能對美國經濟嘅預期啦，甚至乎咧嚟緊降息嗰個節奏嘅。咁啊另外講到就係話咧，而家個財政部咧個持有現金水平咧係比目標水平多咗1500億美金啊。咁呢個代表啲乜嘢咧？我哋可以睇下呢幅圖啦，呢個就叫 TGA 就講緊美國財政部嘅賬戶餘額啦。咁啊呢一個圖表咧越高咧，就代表住佢哋揸住嘅現金水平越多；越低咧，就代表住佢哋揸緊嘅現金咧係越少嘅。咁啊，呢一個其實側面就反映緊一個係收水啦，同埋放水嘅動作。如果財政部嘅賬戶餘額咧係越高嘅話咧，代表住係一個收水嘅動作，係喺市場上面咧抽取緊一啲嘅現金，抽取緊流動性。相反，當呢一個嘅餘額係下降嘅話咧，代表住呢啲錢咧就會釋放翻去市場。我哋可以望到啦，而家咧即係最新呢個數據啦，大概就係喺1萬億，咁啊佢哋目標嘅水平咧，應該就係喺850K millions 左右嘅，咁所以而家會見到咧，喺一個高於目標水平嘅狀態下咧，亦都代表住咧，依未來呢1500億嘅美金咧，應該係會慢慢流出去市場。我哋可以望下之前嘅一啲歷史性嘅事件啦，就係2020年咧，呢段時間咧就係話有一個超高嘅現金水平啦。咁啊，呢個時應該係 Covid 嗰段時間。咁啊，當咧呢一個現金餘額咧不斷向下壓縮嘅時候咧，代表住咧呢啲嘅錢咧全部流入翻去市場。2021年咧，我哋見證咗一個超級嘅大牛市啦。咁我哋可以望到啦，每一次嘅呢啲嘅賬戶餘額咧，當有一個下降嘅趨勢嘅時候咧，都係代表住咧市場咧係有一波反彈嘅。咁啊，而家有1500億係多咗啦，咁我哋可以拭目以待啦。究竟呢1500億喺未來咧慢慢流出翻去市場嘅時候咧，會唔會成為到市場一啲嘅真實嘅購買力咧？會唔會真係做到令到市場有一波回升咧？咁啱啱講到啦，就係話CPI 數據一路都冇公布啦。咁而另一個壞消息咧就係咧，因為呢一個CPI 冇公布咧，亦都令到咧好多嘅政府官員啦，亦都係對12月嘅降息嘅預期咧係有所懷疑啊！而家咧，我哋可以睇下 FOMC 呢個嘅 Fed Watch 啦。目前咧係只有44.4% 嘅 possibilities 咧係認為咧12月嘅降息咧係會降即係25 bps 嘅。咁咧呢個比起1個月前咧係高達96% 咧，係有一個非常明顯嘅變化啦。呢個數據咧都係其中一個原因，點解而個市場咁暗淡啦，不確定性咁多。咁但係同時間啦，如果喺12月16號嗰個 FOMC 會議咧，我哋最終真係決定降息嘅話咧，市場係基本上係一定係會迎嚟一波比較大嘅反彈，咁所以嚟緊呢半個月咧，都係應該係個波動性比較強嘅時間啦。無論喺數據會補發啦，跟住就係大家會期待緊個 FOMC 嘅降息會議啦。咁呢啲全部都係喺未來2個星期咧，大家要重點關注嘅。咁啊，究竟比特幣跌破10萬蚊，究竟邊一啲人喺度買緊幣咧？我哋可以望下呢一幅係 Glassnode 截出嚟嘅圖啦。咁啊，黑色線咧就係代表住呢一個比特幣嘅價格啦，而黃色線或者橙色線咧就係代表住咧喺過往咧
呢一啲嘅 percent of supply， 即係講緊咧揸住1年比特幣嘅 supply 究竟有幾多 percent 啦？咁大家會見到咧喺以往嘅週期咧，就係當出現牛市嘅頂部嘅時候咧，橙色線咧就會一路回落嘅。當每一次升嘅時候咧，即係比特幣一路升嘅時候咧，橙色線就會不斷回落嘅。通常咧呢一個係代表住咧係一個牛市頂部嘅信號啊。因為咧當市場一路上升嘅時候咧，長期嘅持有者咧就會不斷拋貨啦，不斷係獲利退出啦。咁啊同時間咧，當熊市嘅時候咧，呢啲長期嘅持有者咧通常就會揸住佢哋嘅幣啦。咁所以會見到咧嗰個 percentage 喺熊市嘅階段咧會不斷有一個上升嘅趨勢啦。咁啊而家咧可以望到就係咧我哋嗰個即係比特幣啦，喺10萬蚊左右嘅位置啦，咁啊而的確咧，呢啲橙色線咧係有一個回落嘅狀態，亦都代表住咧，其實係越嚟越多長期嘅持有者咧開始去拋售佢哋嘅比特幣啦。咁呢個咧都係同我哋之前上2期嘅週報講嘅嘢一樣啦，就係好多嘅長期投資者咧，其實係開始有一個獲利退出嘅情況啦。咁啊取而代之，可能係啲機構嘅入場啦。呢幅圖咧其實可以有2個側面去望嘅。第一個維度咧去睇就係真係長期持有者咧係真係有一個拋貨嘅狀態啦。咁但係第二個維度去睇咧，就係通常咧長期持有者拋貨嘅狀態咧，通常都唔係喺熊市嘅期間發生，通常係牛市嘅尾部係出現嘅。咁究竟而家呢個嘅時間點係喺個牛市嘅尾部，即係講緊我哋 Q4 仲有一段嘅上漲，定話係其實而家係熊市嘅開始咧？咁啊呢個都係值得去期待嘅一件事啦。咁啊，第二幅圖啦，亦都係講緊相同嘅邏輯噶啦。咁呢幅圖咧，黑色線咧就係講緊比特幣嘅價格啦。咁啊，而下邊呢個 chart 咧就係講緊唔同持有比特幣時間嘅人咧，佢哋嗰個支出情況啊。咁啊，越高啊就代表住其實一個拋貨嘅狀態啦。咁大家可以望到咧，最近呢一波嘅上升啦，即係呢一波拋貨嘅上升咧，全部都係嚟自於可能係6至12月或者以上嘅人嘅。咁亦都係論證咗啱啱個觀點啦，就係大部分而家拋緊貨嘅人咧，都係一啲嘅長期持有者啦。咁呢啲圖咧，絕對係嚟緊呢2個禮拜咧，都係值得關注。究竟呢啲長期持有者係開始繼續進行拋貨啊，定話係咧，其實已經係定話咧，佢哋會開始即係減慢佢哋嘅拋貨速度。咁如果減慢拋貨速度咧，其實調翻轉嚟講咧，亦都可能係代表住我哋真係正式步入咗熊市啦。咁而第3個想講咧，就係咧 Alpha Haze 咧。最近就俾人見到係不斷咁樣去拋售佢哋嘅代幣啦。咁啱啱上個禮拜嘅週報咧，我先同大家分享咗 Alpha Haze 佢哋自己發表嘅一篇文章啦。佢就話覺得牛市仲未完嘅，因為係一啲嘅短期性嘅結構問題，好快就會迎嚟一波上漲。咁但係咧迅速就打臉啦。呢 Alpha Haze 就喺啱啱呢幾日咧就俾人見到係瘋狂賣緊佢手上面嘅幣啦，包括以太坊啊、ENA 啊、EVERFI 等等啦。咁啊賣出嘅數目咧就絕對唔少啊，加埋咧。應該都真係有接近10個 million 啊！咁啊呢個消息咧，亦都令到咧市場悲觀嘅情緒咧係更加放大。咁但係咧，我就覺得大家就唔需要太神化呢啲咁嘅 KOL 做嘅動作啦，因為有陣時咧，佢哋做呢啲動作咧，反而可能係一個嘅反向指標。因為咧 Alpha Haze 都曾經好多次咧係賣完幣之後咧，市場馬上迎嚟一波急速嘅上漲，佢之後都即刻認錯啦，然之後即刻就買翻相關嘅幣種。咁所以咧呢啲咁嘅 traders 啦，呢啲咁嘅交易員咧，其實佢哋轉變睇法嘅速度咧係非常之快嘅。我哋唔可以因為佢今日係賣幣咧，就令到我哋覺得成個市場應該係非常之差嘅情況。咁啊，反而咧我哋應該係要望多啲基本面，睇下究竟而家嘅市場力量係買嘅多啊，定話係賣嘅多？後邊有冇啲咩係利好消息值得我哋去期待？咁啊，而另一單新聞咧就係咧有傳咧就係 MicroStrategy 咧開始去賣緊佢哋嘅比特幣啦，就會見到咧 Strategy 將佢哋43億美金嘅比特幣咧轉移到唔同嘅地址，咁啊亦都有人呢去猜測究竟佢哋係咪賣緊幣咧？咁啊呢單新聞咧都令到嘅市場有一片恐慌，因為咧如果連比特幣最大嘅支持者 MicroStrategy 都開始賣幣嘅話咧，咁啊基本上咧就真係好慘淡噶啦。咁啊但係咧好快咧就證實咗呢個傳聞係假嘅。咁啊因為咧即係 MicroStrategy 咧其實定期咧佢都會進行呢個錢包或者託管機構嘅轉移啦。咁啊所以咧其實呢啲大部分嘅動向咧通常都係講緊轉移。咁啊而 MicroStrategy 咧都有發表到言論就係話咧其實佢哋係一路都冇賣到比特幣嘅，同時間咧佢哋係喺啱啱個星期咧每一日都喺度買緊幣啊。咁大家會見到咧 Strategy 咧呢單新聞就係再買 BTC
而家一共持有緊64萬粒嘅比特幣。咁我哋就透過咧一啲嘅優先股啦，去進行緊募資，就籌集咗5000萬嘅美金，就買咗487粒比特幣。大家會見到咧，佢哋嗰個嘅平均成本係喺102000啦。咁而佢哋 overall 嘅平均成本咧已經拉到上去74000噶啦。咁啊 strategy 呢一個嘅策略啦，我只覺得係非常值得去學習。如果大家覺得啦，比特幣係一個長期優質嘅資產啦，其實咧喺呢啲咁嘅跌市嘅情況下咧，我哋應該係學習 MicroStrategy， 越跌越買。如果呢個比特幣係一個長期優質嘅資產咧，喺一個跌市去買咧，係反而係對你長期嘅績效咧係更加有利嘅。咁所以咧 MicroStrategy 都會建議大家咧，如果買得比特幣嘅話咧，係至少咧係用4年咧去為一個週期，即係當比特幣係一個長期嘅資產去做一個 investment 啦。咁啊，但係咧，的確嚟講咧 ，MicroStrategy 最近呢個半年呢個股價係非常之慘噶啦。咁其實喺過往6個月啦，跌咗50%。咁而家咧，佢哋嗰個 MNAV 咧已經回落到1.22倍噶啦。咁呢啲指標咧都係講緊即係最近嘅市場咧都唔係太睇好啦。同時間咧 MNAV 1.22咧。都係講緊咧 MicroStrategy 咧喺未來購買比特幣嘅速度啦，或者力度咧，都唔會有以前咁大。咁啊，呢個咧亦都係大家需要去關心嘅情況啦。咁而同道理咧，以太坊嘅 DAT 咧，亦都出現差唔多嘅情況發生嘅。咁啊，而家會見到咧就係譬如 Bitmine Shoplink 啊等等咧，呢啲全部嘅公司咧，嗰個 MNAV 已經跌過晒1噶啦，都係代表緊就係呢啲公司咧喺未來咧唔會有啲咩好重要嘅買嘅力量咧係支撐住市場噶啦。咁而同時間有一單新聞就係講緊咧，而家 Shoplink 咧佢哋嗰個以太坊未實現嘅虧損咧，已經係去到3.5億美金。咁啊呢個係即係令人幾擔心嘅數字咧，因為佢哋係喺啱啱嗰個 quarter 咧先至開始做呢個以太坊嘅儲備啦，喺短短一個季度啦，已經係輸緊3.5億嘅美金。咁但係有好嘅消息咧，就係咧，因為 Shoplink 咧佢唔單單淨係做緊以太坊嘅管理嘅，同時間咧佢有一啲另外嘅收入啦，包括咧佢哋嘅線上博彩嘅業務咧。喺啱個季度咧，其實佢哋嗰個盈利係非常之好嘅。咁啊，當呢啲公司盈利好咧，亦都解決咗我哋之前一啲擔憂，就係驚咧佢哋會因為股價表現唔好，又或者因為佢哋嗰個財政狀況唔好咧，而出現到要賣以太坊去回購股票。咁啊，而家見到佢哋其他個業務啦，即係線上博彩呢個業務咧，即係表現係唔錯嘅時候咧，咁可能咧市場暫時嚟講咧，都會對呢個擔憂咧告一段落。咁而同時間咧，Bitmine 啦都係啦，咁其實佢哋嘅領頭人啦 Tom Lee 啦，一路嚟講咧都係對市場咧非常之睇好啊。咁啊，佢最近咧發咗一篇 tweet 啦，其實佢就講到咧最近嘅 weakness， 即係最近嘅 crypto 市場已經咁慘淡咧，就係源自咧佢就係提及到有1至2間嘅造市商咧，其實已經出現咗一個 major hole 啦，即係出現咗一啲流動性嘅問題。呢1-2間究竟係邊一間咧，真係完全唔知道。咁可能係 Tom 知道有啲內部嘅消息啦。咁啊，佢全部都係講緊咧，呢啲全部嘅都係一啲短暫嘅痛楚啦。而咧佢係唔會改變咧，以太坊咧會成為華爾街嘅一個好重要嘅資產，將會迎嚟咧以太坊嘅 super cycle。咁啊，所以咧佢都有講到就係話啦，而家唔係一個好嘅時間咧去做槓桿。只要我哋而家呢段時間唔好俾人 liquidate咧，咁啊以太坊嘅週期咧係會馬上就會來臨。佢自己就會預測啦，可能係要需要6至8個禮拜嘅時間咧，先至可以咧令到以太坊有一個重新嘅上漲嘅週期。咁而 CryptoCoin 嘅創辦人咧，亦都發表咗類似嘅結論啦。佢就係講緊佢唔覺得而家係一個熊市嘅時候，佢反而覺得咧我哋而家係仲有一個機會咧係會迎嚟一波上漲。因為咧佢就提出咗呢一幅圖啦，呢幅圖咧就係講緊咧唔同嘅持有者佢哋嗰個成本價。咁大家會見到咧喺最近6至12月買比特幣嘅人咧，佢哋嗰個成本價咧係喺94,000蚊左右嘅。咁所以咧佢自己覺得就係咧比特幣價格如果一日仲係可以maintain住94,000蚊以上咧，佢唔覺得呢個 bear cycle， 佢唔覺得熊市咧係已經去 confirm 嘅。咁所以咧我哋可以密切關注下啦，嚟緊呢個1-2個星期啦，會唔會可以守得住94,000蚊呢個位置啦？咁啱啱講到啦，呢一個市況咁差嘅情況下，我哋應該要有啲咩動作咧？其實我就覺得咧係一個非常好嘅 DCA 嘅時候。DCA 就係 Dollar Cost Averaging 啦，咁就係講緊我哋用咩一個平均成本法嘅思路啦，去不斷買入呢啲優質嘅資產。咁大家會見到咧，我喺啱個禮拜咧，其實不斷咧趁比特幣跌嘅時候咧，都不斷每日咁買啲，每日咁買啲噶啦。因為咧，其實喺成個投資嘅週期啦，我哋係一個 live game 嚟嘅，我哋係一個終身嘅遊戲嚟嘅。我哋唔可以因為短期一啲嘅波動啦，而影響咗我哋一啲嘅決策啦。如果我哋認為咧比特幣啊、以太坊呢啲係屬於優質嘅資產咧，我哋更加係應該當佢下跌嘅時候咧，
去再買嘅。因為咧，其實如果而家10萬蚊大家唔買嘅話，咁可能當遲啲比特幣升到30萬、50萬嘅時候咧，你又會後悔點解而家唔喺5位數嘅時候買噶啦。咁所以咧，最好嘅方法咧就係唔好俾自己嘅情緒影響。當覺得有啲嘅資產係屬於優質嘅資產嘅時候咧，就係喺市況下跌嘅時候咧，就會不斷慢慢去購買。咁啊，亦都唔好一次過 all in 喎，因為一次過 all in 咧，市場嘅波動咧，亦都會好影響你個 portfolio 嘅 portfolio 嘅。咁所以我就會建議咧，大家可以開始下一個 DCA 啦。咁而一般嚟講咧，無論係熊市又好啦，或者跌市又好啦，都係 DCA 開始嘅一個非常好嘅時間點噶啦。咁啊，所以咧，就算未來咧真係熊市嘅話咧，我只覺得咧，大家都唔需要太擔心，反而咧就係咧做好我哋嘅資產配置，慢慢咧去進行一個 DCA 嘅動作，去購入一個大家認為優質嘅資產。因為咧真正嘅財富咧，通常咧都唔係喺牛市嘅時候去產生嘅，因為牛市嘅時候咧，大家都識買啦，大家都會識追高啦。咁但係咧，真正賺得最多錢咧，通常就係嗰啲人咧喺熊市咧已經開始 accumulate 資產，等到牛市嘅時候咧，佢哋就會去賣出佢哋資產，就會賺到呢一啲錢噶啦。咁所以咧，希望大家都可以有一個好嘅投資嘅心態啦。佢就算哪怕我哋之後步入緊熊市都好啦，都可以有一個好嘅資產配置嘅。咁我哋已經講到就係下個禮拜咧，即係嚟緊呢個禮拜有啲咩值得關注嘅事咧？第一個咧就係咧 Coinbase 佢哋有第一個嘅打新項目啦，就係 Monad 啦。咁啊呢一個項目咧係非常之值得大家去注意同埋去參與啦。因為首先咧呢個係 Coinbase 第一個嘅打新項目啊，咁啊係非常之受矚目啦。咁啊 Coinbase 作為一個美國嘅合規交易所，咁啊竟然出現咗佢哋自己首個嘅打新項目。咁而今次呢個項目咧，亦都係歡迎所有美國人去參加，呢個真係一個史無前例嘅一大突破啦。咁啊 Monad 咧，佢哋嗰個代幣總容量就係1000億啦。咁啊而其中咧7.5% 嘅代幣就會進行出售，咁啊價格就大概係0.025美金，就 FDV 就係2.5個 billion 嘅。咁啊剩低3.3就會透過空投啦。89.2就會係透過生態系統啊、團隊等等啦。咁啊，依次嘅打新咧有2個重要嘅機制嘅。第一個咧就係咧，佢係會由自下而上嘅分配機制。講緊咧就係咧，佢基本上會優先保障小額嘅申購者咧會獲得全額配售，即係講緊咧佢會由最低嘅投資額咧開始慢慢配上去嘅，直至到額度就售罄。咁啊就為咗防止大戶壟斷，同時間咧真實嘅支持者咧亦都會獲得更高分配嘅優先級啦。咁如果大家喺上市之後30日內就賣幣嘅咧，喺後邊嘅銷售咧就會可能會降低分盤嘅權重。咁啊睇完呢2個嘅規則之後咧，我自己有個睇法嘅就係，我會建議咧大家咧去盡量去用最低嘅 account， 即係用最少嘅額度啦去參與每一個嘅打新啦。然之後就如果屋企人有賬戶嘅話咧，就可以幫屋企人申請啦。越多賬戶就越好噶啦。咁啊而下邊講到就係會唔會喺30日內拋售代幣咧？咁我自己覺得就可以等到咧睇下會唔會喺即係去公售完結咗之後，價格出現咗之後咧，再睇下嗰個 FDV 合唔合理，再諗下會唔會提早拋售啦。因為我自己覺得咧呢部分咧就唔係太重要啊。即係我反而覺得就係如果有盈利有 profit 嘅話咧，應該就係要剔咗佢會好啲。尤其是而家係一個唔係咁好嘅市況啦。咁我哋可以望下啦，其實2.5 billion 嘅 FDV 咧，其實一啲都唔平嘅。咁啊，但係啦，盤前嘅價格咧。其實而家 Monad 嘅盤前價格咧就係去到 0.05 嘅，即係講緊5 billion， 即係講緊咧，如果大家可以喺 2.5 billion 嘅 FDV 參與到咧，咁啊起碼就會有2倍嘅升幅啦。咁啊同時間喺 Polymarket 亦都有個賭注啦，就係講緊Monad第一日發布咗之後嘅 FDV 會係幾多啦？咁大家會見到咧，普遍有 50% 嘅人咧覺得咧係會超過4個 billion 嘅。咁啊4個 billion 即係講緊係 0.04 左右嘅水平啦。咁啊所以咧呢啲嘅價格全部都係高於我哋嗰個公售嘅價格。咁所以大家都可以去參加呢一個嘅打新